防疫措施大解封，全台湾的展览嘛要重新来举办。明仔载登场的，就是台北国际家具节。假日是展览市林咖啡，老这个经常要恢复啊。疫情爆发后，展览拢停办，真无简单，解除限制。室外1公尺，室内1公尺，我们在地上都会有警示线。解除限制了，头一场的大型展览是世贸的家具展。依照指挥中心防疫新生活的原则，民众除了视展览的时爱挂水暗，马用身份证件才会使入场。先从国内展来做起，先让我们国内的经济活络起来。再来像台北国际连锁家名创业展、台中第一咖啡加烘焙展、高雄宠物用品展，拢会伫6月到7月举行。不过有部分的展览延期到即马，也未确定什么时阵要恢复举办。国际的展览，我们还要等到边境开放之后，国外的买主才可能进来台湾。甲真侪国家比较起来，台湾真好运啊！虽然讲也无法度和国际厂商来台湾办展览，因为至少国内厂商踏出第一步啊，民众佫会使伫咧假日的时去踅展览，加一个拍拍照的好所在。